乡亲啊，24节气来到秋分，当时台湾栾树也就是苦苓菊咧开花时节。南投埔里暨南大学有种1000丛的苦苓菊，即摆开花结果咯，有够浪漫，有够水。 以空气的角度看，粉红色含金色的树尾柳，甲后园装塔甲水当当、当当啊水。行入去学校内底，黄花红果的设置，气氛真浪漫的区。这种秋天气氛的学校，伫咧南投暨南大学内底，台湾季节来到秋分，但是苦苓菊开花时节。那每年的9月到10月，就是学校刚开学的时候，台湾的栾树就会开出黄色的花。 那这个花一谢了之后，马上就会结出红色的果实。学校内底有要1000丛的台湾苦苓菊开花结籽，和本来青艳艳的树尾柳加真侪秋天氛围。另外，伫咧一日的八张街，嘛出现苦苓菊黄金雨。黄叶叶苦苓菊，甲街路布置甲不止啊水，微微啊风甲花蕊吹落来，就亲像落黄金雨。真的很漂亮啊，越来越漂亮啊！游客也这样子说啊，落来到家，因就停落来，也是照相啊。黄金色的苦苓菊，倒搭树仔顶发出来粉红啊果，互大路变甲像诗意。花期预计过1个月过，想要欣赏秋天气氛的民众，都要把握机会啊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